Hello，我係 Andy，今日嚟到食期，同大家睇一個第四代住宅欣榮御神。第四代住宅嘅實用率一直係非常之高嘅，而佢哋呢一邊係宣傳有145%嘅實用率。Andy 帶大家睇，肯定睇啲唔同嘢嘅。今日就遞咗把電子尺過呢邊每一個空間度出嚟，睇下佢哋呢邊嘅實用率到底係有幾高，有冇佢哋宣傳嘅咁高。首先我哋先睇呢隻119方嘅電梯喺呢度出嚟之後嘅話，呢邊係佢哋嘅一個入戶花園，就係開放式嘅一個露台全贈送嘅空間。咁呢度嘅面積係大概有24.2平方，包埋呢一邊會有2個消防門去聯通去隔離嗰邊，呢個位置都係呢一間屋可以用嘅。咁到時呢個消防門都係有電子鎖鎖住喺度嘅，要出去同埋要入嚟都要有密碼先可以開到出去。咁翻返嚟我哋睇下呢間屋，佢呢邊係一個子母門嘅一個交付標準。呢個大門係一個精鋼精雕嘅門，同埋呢個密碼鎖都係交付標準，非常之實淨。咁同其他戶型唔同嘅話，呢邊係會有一個窗喺呢個位置，因為入戶空間電梯呢一度係你自己呢間屋可以使用嘅，所以呢邊會有一個窗去透氣。打開之後嘅話，就可以形成南北對流。咁入到嚟嘅話，呢邊呢個廳係咪睇起身同其他嗰啲119方有好大嘅區別？因為呢一邊嘅話係做到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廳，客餐廳一體嘅。咁成個客餐廳加埋係有45.1平方，咁佢嘅開間係有5.5米，成個長度嘅話由窗呢一邊去到門口呢一度係有8.2米嘅。咁佢呢一邊都係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同其他以前嗰啲樓唔同嘅，佢係做好風窗俾你，你就唔使日後自己去拆嗰個門同埋風窗嘅。跟住我哋再睇下啲房間，客餐廳呢一邊係第一間套房，佢呢邊就會有洗手間同埋有沖涼房嘅。咁呢間客房嘅面積係有10個方嘅，同樣嘅，佢呢邊都係做到呢啲雙層中空玻璃，隔音性係非常之好嘅。再講多一個特點，佢呢邊嘅廁所嘅呢個窗都係雙層隔音玻璃，而且係做到一個你後期都可以加埋呢個紗網喺呢一度。呢一隻絕對係依家目前市面上唯一一個做到咁樣嘅。咁成個呢個工位嘅呢個尺數都非常之闊，深度有2米，用起身係非常之舒服。跟住我哋再睇下廚房呢一邊，廚房嘅面積就有5.2個方，咁係兩邊係一字形嘅佈局。聯通出嚟嘅話係一個生活露台，生活露台呢邊係2.2個方，熱水器到時都係交付標準。咁呢度就可以擺啲洗衣機啊、熱水器喺度。到時交付呢一個餐邊櫃係冇嘅，可以參考佢咁樣嘅做法。咁過到呢一邊就2間客房，右手邊呢間客房係10個方嘅，可以做兒童房。左手邊呢邊呢間客房係10個方，都一樣大。到時佢就唔係呢種推拉門嘅，佢係正常縫門咁樣。呢邊係做咗一個偏廳休息間，跟住入嚟就係主人房。主人房呢邊非常之大，加埋係有22個方嘅。咁主人房嘅長度就有3.3米，由呢幅牆嚟到呢一邊就有6.5米。呢邊可以做到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跟住呢度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係2個洗手盆嘅。老實講，呢邊如果擺個浴缸喺呢一度都冇問題。跟住呢一隻戶型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主人房呢邊連通出嚟係有一個陽台嘅。呢個露台係有7.7個方。咁如果係3樓嗰一隻嘅話，個面積就大啲。3樓嗰一隻嘅露台係喺呢個樓上，呢個露台就有10個方，有少少區別。2樓同3樓就係單數層同雙數層嘅一個區別。咁呢一隻總共嘅面積加埋係154.6方，使用率係去到130%。咁佢依家最售嘅單價係19000至到21000嘅一個單價，咁總價位起身就係220萬到240萬嘅。依家睇嘅呢一隻就係153方嘅201單位，咁佢呢一邊係4房3廳3衛。咁實際佢就係一個客餐廳，咁另外一個廳我估佢係同呢一個電梯嘅入戶花園呢度同成一個廳，因為佢佈局示範單位呢邊就係做一個茶室喺呢一度，
咁第四度住宅佢都係會有一個比較高嘅呢個露台嘅高度望上去。咁呢一邊佢就係做咗一個呢個隔板俾你，到時佢係做好嘅。咁樣就唔會話落大雨啊咩嘢撇雨入嚟。啱先就係有一場好大嘅雨落完之後，可以睇到地下都係公嘅，俾大家睇下，佢地下全部都係公嘅。咁呢一隻餘神佢呢邊做得比較好就係佢第四度住宅佢又有一個咁高嘅個廳人戶花園咁樣咯，佢又唔會驚落大雨啊咩嘢撇雨入嚟嘅，算係比較好嘅一個設計。咁講翻佢呢邊嘅面積，呢一隻153方，咁佢電梯入戶呢一個廳嘅面積係有29.6個方嘅。咁同樣嘅，佢呢邊係兩道嗰個防火門通去隔離嗰邊，平時係關住嘅。大門呢啲同啱啱嗰隻係一模一樣。咁我哋睇下室內，我一開始仲以為呢個位置有一個凹位係俾你做鞋櫃嘅，原來係我膚淺咗。佢示範單位呢邊係做一個茶櫃嘅一個展示櫃，因為呢一隻你完全可以將嗰啲鞋櫃設置喺出面，唔使入屋嘅。咁呢一個展示櫃呢個面積係有2.5個方，咁成個客餐廳呢一隻就非常之豪華嘅，佢嘅客餐廳加埋嘅面積係有56.2平方，咁加埋呢個超大嘅落地玻璃窗，交樓嗰陣時全部都係做好嘅。咁成個廳就非常之豪華，非常之豪派。咁佢個廳嘅開間呢度到呢度6.7米，玻璃窗呢度到門邊係有8.4米嘅。跟住我哋再睇下呢房間，呢一間套房佢係有21個方嘅。咁放喺其他屋苑或者係第3代住宅上面嘅話，呢一間就係人哋嘅主人房啊。咁呢邊有衣櫃同埋有個配套嘅洗手間。咁呢種配置嘅話喺其他屋苑就係一個主人房嘅配置，喺呢一度淨係一間客房，係淨係一間客房。跟住我哋再睇下廚房呢一邊，廚房交付嗰陣時佢係有個玻璃門喺呢度，佢呢邊改咗。呢個暫時唔理佢。廚房呢邊嘅面積係有5.8個方，生活露台呢邊係有3個方。咁對於呢一隻153方嘅嚟講嘅話，呢個廚房係有啲細，不過係完全夠用嘅。如果你覺得唔夠用，連埋呢邊做餐邊櫃，連埋出嚟呢邊可以做個中島台，好多種舉造嘅方式嘅。咁呢一邊係一間改造出嚟嘅一個偏廳，實際交付嗰陣時呢邊係有幅牆圍起身嘅。呢間客房嘅面積係10.4個方，同啱先嗰一隻119差唔多。咁呢一個公共嘅洗手間係4.1個方，跟住呢間客房都係有10.4，呢間係10.7個方嘅。可以放心，佢呢邊係做咗榻榻米床，實際呢邊係冇飄窗位嘅，你可以正常擺張1.5米嘅床喺度都冇問題。跟住入嚟呢邊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呢邊總共加埋係有37.5個方嘅，37.5個方。咁其實佢就係好似2間房咁樣去打通。呢邊係完整嘅一個衣帽間，無人式嘅衣帽間。咁呢邊就做咗一個化妝台喺呢一度，化妝台後面呢邊仲有一張凳喺呢度，咁樣設計就有啲細空間啦。咁呢邊係都一個好大嘅一個落地玻璃窗望出去。非常之開揚。佢呢啲窗嘅話，全部都係啱啱講咗啦，有帶呢個紗網嘅，唔使後期自己裝。而且佢嘅玻璃係3層嘅中空玻璃，出面係有2層隔膠玻璃，入面係1層3層隔膠中空玻璃嘅。而且佢所有嘅窗框都係包咗呢啲鋁合金嘅呢啲窗套線嘅。跟住主人房呢邊就係有個露台，呢個露台你估下面積幾大？呢個露台有15.3個方，比你其他嗰啲客房都仲要大嘅呢個露台。咁有啲人會驚呢個就係6米高嘅一個露台啦。啱先係又好大風好大雨。咁可以睇到啦，支香檳仲喺度。啲凳都係濕咗啫，啲花花草草都完全冇事。咁風雨過後嘅話，你就拖下地，
抹下台就 OK 啦。打開窗嘅話非常之通風。度完所有空間嘅尺寸，加埋之後，呢一隻嘅面積係去到199.4平方，咁佢嘅使用面積係有130%。依家單價係2萬至2萬2，話起身總價就係306萬至到336萬。